桃园举办毒性化学物质防灾演练，模拟化学公司的仓库有毒气体漏泄的情形，演练救灾疏开民众。现场是动员超过300个人，嘛头一届出动机器狗。化学工厂发生氯气外漏，9个员工走出来，还有7个人未呼的走出来，挂着全面式的防毒面具密伫咧内底。这是桃园市政府办理114年度全国毒性加关注化学物质灾害防救士兵演练，动员超过300人来参加演练。兵棋推演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，兵棋推演它是一个计划性的验证，也就是我平常的意外事件的所有的计划的防护作为。桃园市有37个工业区，再加上桃园国际机场、环保局列管700多间毒化物工厂，是全国上多，也是创造物流业者正密集的地区，潜在风险正悬。这边演练也第一遍使用机器狗加救灾机器人等高科技的装备，大幅度降低救灾人员的风险。采用半预警、有响应、无脚本、不压缩时序的模式来进行。逼真的呈现整个灾害发生的情境，同时也验证地方灾防计划与中央应变系统的整合。市府表示，112年开始就成立跨局处专案小组，征收相关法规，也公告高风险场所的名单，用实地演练、部门合作、现地应变，在灾害发生时阵就让整合资源快速应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